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台南的归仁区公所推广在地适客，8月初10要来举办着适客节，同港嘛是出色的情人节，要请大家到归仁来食甜蜜蜜的适客。今仔归仁地区的适客已经开始咧办，正做归仁知名的农产品，适客备受区公所重视。为了推广这优质的农产，区公所会伫咧8月初10举办归仁适客节。我们生产的是大麻大木仔世家，事实上甜度更高，而且更好吃。伫咧这边的活动内底，嘛特别推出适客口味的鸡卵糕，接着像做生理的头壳，后面将食鸡卵糕会当食到适客特别的滋味。说研发一个这个活动的主题，然后做一个世家口味的鸡蛋糕，让大家尝尝一下新口味。这边适客节会办甲真精彩，活动会结合市集和动手做体验。迄天嘛拄好是情人节，会推出相关活动，邀请民众同齐来到归仁食在地优质的农产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